简单，只要3样东西而已。印象中的客家小炒，味道香浓又下饭。裕达科技大学大4学生蔡胜义将客家小炒发挥创意，一试3吃的新点子，在台北市客委会举办的创意客家小炒竞赛中勇夺冠军。我们把客家小炒的所有的配料，然后把它，为了要包进客家菜包里面，所以把它切成细末。遵循古法，将馅料依序下锅，慢火炒香。为了口感更丰富，蔡胜义做了一点小变化。那我们加入沙拉笋之后，就会比较清脆、比较清爽一点。将炒好的馅料包成猪笼板，放进蒸笼，结合2种传统客家美食，成为既熟悉又新奇的客家小炒猪笼板。另一道创意料理是将馅料装进蛋挞皮中，撒点 cheese， 送进烤箱，就成了独特的客家咸挞。这个吃法有点就是客家加上西式的吃法。馅料搭配生菜，这一道客家小炒香松又是另一种绝妙风味。怎么去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口味啊？那在享受这个菜肴的时候，我们更能够让它可以就是得到一个在视觉上的一个飨宴。蔡胜义将客家小炒创造出多样面貌，但就馅料而言，它依然是最好的便当菜。客家小炒放在便当里，便当很好吃，饭就会懂好吃，饭就会懂好吃。秉持传统精神，也颠覆既定印象。蔡胜义用创意让客家料理展现更多的惊奇。上课喽！班地位同好食，班地位同好食，班地位同好食。